大家好啊，又係娛樂咁樣睇嘅時間啦。今年呢，就係第44屆嘅香港電影金像獎啦。未舉行之前呢，就已經非常之多風波噶啦。首先就係有4部本身應該係屬於港片合資格嘅電影啊，包括咗《不赦之罪》、《送院途中》、《今天應該很高興》同埋《地母》呢，都係冇列入去2025年嘅香港電影片目入邊嘅，表示呢4部電影呢係不合資格噶啦。咁連日嚟呢，香港電影金像獎嘅大會呢，都係以不作回應嘅方法就係回答傳媒啦。咁不過呢，嚟到今日呢，就係呢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公布提名名單嘅大日子啊。首先大家最關注呢，就係究竟電影金像獎大會會點樣回應呢個4套電影不合資格呢件事啦。另外就係睇下呢4套電影係咪真係冇喺提名名單入邊出現啊。咁最後結果呢，就當然係提名名單入邊唔見呢4套電影啦。而大會主席爾冬陞啊喺記者提問嘅時候啊，亦都回應係話過去嗰個月咧，我一路喺度諗緊點樣去回應嘅，但係我諗唔到一個咧令各方都滿意嘅説法，所以我哋決定唔公開回應。你細品下我啱句説話啦，我俾2句説話咧：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呢句說話咧，其實個意思就係話咧，萬事萬物個表象咧都係虛幻嘅，只要唔執着於呢個外表上面咧，其實你先至會睇到事物嘅真相。但係其實睇翻字面嘅意思咧，我哋亦都可以有其他解讀嘅，包括究竟如來代表乜嘢咧？咁呢個就睇大家嗰個理解點樣樣啦。咁其實喺成個嘅提名名單公布之前咧，爾冬陞喺個記者會亦都有一番嘅 speech 講咗。咁佢係借用咗2件事去講嘅。第一件事咧就係講咗咧話香港電影其實已經係去到120年嘅歷史噶啦，咁啊嚟到而家咧，其實之前亦都經歷過好多高高低低起跌嘅。面對住一啲嘅低潮啦，其實都係要靠住電影人一齊努力迎難而上啦，尋找一啲更多嘅新嘅機會啊，或者揾一啲創新嘅方法去做。另一方面咧，佢就係講咗 AI 方面嘅嘢嘅。無啦啦講 AI 咧，我自己就覺得咧，其實係一個借代嚟嘅，因為佢係講緊會唔會俾其他嘢取代到嘛。佢係話只要香港電影人繼續有創意，可以利用呢啲 AI 成為自己嘅工具。喺而家呢個嘅低潮期係可能會經歷咗一啲嘅波動，可能係會令到大家有啲嘅唔開心，或者係會覺得自己香港電影會俾其他嘢取代。但係佢相信大家係可以應用住呢種力量，應用住自己嘅香港人嘅創意，希望借助住所謂嘅 AI 技術，然後將佢當為自己嘅工具，然後去令自己可以更加順滑咁樣去發展自己嘅事業，或者發展香港嘅電影。不過無論點啦，今次成個嘅頒獎典禮啦，喺公布片目嘅時候出現咗咁大風波啦，係直接影響咗整個嘅評審同埋整個嘅投票嘅意欲嘅。睇到咧今年嘅成個嘅首輪投票啊，金像獎首輪投票啦，只係得989張有效票，投票率咧係47.92%。係有紀錄以嚟咧最低嘅投票率嚟㗎啦，因為過去咧最低投票率咧就係第40屆同第41屆，分別就係58.35%同埋58.07% 嘅。咁當時咧第40屆咧就係正喺疫情期間啦，需要將2年嘅電影啊結合埋一齊去進行投票，選出該屆嘅得獎結果嘅。而第41屆咧就因為咧增加嘅金像獎選民嘅人數係比較多，所以令到咧雖然個投票人數咧係首次突破到1000人以上啊，但係個投票比率咧就變咗係唔夠60% 啦。但係嚟到今屆咧就真係跌翻落嚟，989人投咗票啦，而且呢個投票率只係得47.92%咧，都睇到咧業界對於今次咧有4部片無端端被取消資格呢樣嘢咧係有個反感喺度嘅。今年列入去成個片目入邊嘅咧有47部電影啦，咁唔係最少電影嘅一年嚟嘅，因為咧喺舊年咧只係得46部電影嘅啫。如果你話去到疫情期間咧再低啲添，咁但係今年所謂有47部電影咧，其實都係全靠有好多唔同地區嘅電影咧都列咗入嚟係港片嘅資格，包括咗大馬電影啊、搖籃凡世啦、哈哈哈新年喜慶啦、做過有錢人啦，都成為咗港片嘅資格嘅。另外仲有就係舒淇執導嘅台
灣電影嘅女孩又成為咗香港電影啦。仲有當然就係合拍片啦，今年合拍片咧入咗去香港電影嘅咧，居然都有7部啊！咁如果扣咗呢11部電影咧，其實今年嘅港片嘅資格咧，只係得翻36套電影嘅啫。咁當然啦，呢堆嘅合拍片、大馬電影又或者係台灣電影咧，佢哋都係因為已經符合咗一個港片資格嘅標準啊，先至可以列入嚟港片嘅。咁睇翻成張名單啦，今年最多提名嘅咧就係耗資3.5億啦，經歷咗10年先正式上映嘅《風林火山》啦。咁呢套戲咧，之前我都講噶啦，其實佢係有好好嘅美術啊，或者係其他視覺效果喺入邊嘅，所以令到佢喺咧各項嘅幕後獎入邊咧都有提名。最後咧，佢係共獲得咧包括咗最佳電影啦、新晉導演啦、攝影、剪接、男配角、女配角等等嘅共12項提名嘅。另一部多提名嘅都係都市傳說電影啊，就係《尋秦記》啦。呢套戲咧有11項提名，一樣都係有最佳電影提名啦、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攝影、最佳剪接等等。其中古天樂咧當年係憑住《尋秦記》獲得無線嘅最佳男主角噶嘛，今次咧佢就憑住同一個角色咧獲得呢個最佳男主角嘅電影項目提名啦。咁而且咧，佢今年咧除咗《尋秦記》嘅項少龍之外啦，亦都憑住《私家偵探》獲得最佳男主角提名啊，係佢第一次咧同一年入邊有2部戲提名最佳男主角嘅。至於同佢一齊爭男主角嘅咧，就有梁家輝主演嘅呢個《捕風追影》啦，張繼聰真榜做拳手嘅金童咧，係佢繼《窄路微塵》之後咧第2次獲得最佳男主角提名噶啦，而最後一個名額咧就落咗喺像我這樣的愛情入邊嘅陳家樂身上啊，亦都係佢第一次獲得最佳男主角提名啊。咁呢套戲咧可以話咧英皇咧就全力谷2位演出嘅演員啊，所以咧廖子妤亦都憑住呢套像我這樣的愛情咧首次獲得最佳女主角提名啊。同樣獲得提名最佳女主角嘅咧，仲有都係首次獲提名嘅陳法拉啊。佢今次咧就憑住《蜀夢》入邊做張家輝個老婆啊，瘋瘋癲癲咁樣嘅演出咧，獲得今次金像獎嘅最佳女主角提名啦。佢之前咧只係憑住咧《拉炳哥之變節》咧，曾經獲得最佳新演員提名嘅，但係當時咧就冇贏到嘅。上年憑住《久別重逢》曾經提名過最佳女主角嘅許欣怡咧，今屆亦都憑住《無名指》咧，亦都再度獲得最佳女主角提名啊。佢將要面對嘅咧就係2屆金像獎影后嘅章子怡啊。章子怡咧今次係憑住《醬園弄懸案》咧獲得最佳女主角提名嘅。至於最後一個席位咧就落咗喺水餃皇后嘅馬麗身上啊。咁我自己本身就會以為係梁詠琪逆轉上半場咧有機會嘅，但係可惜咧就因為有其他嘅合拍片嘅參與啦，令到梁詠琪咧就未能夠成功入圍啦。舊年偷步上映，亦都係都市傳說電影之一嘅《再見 UFO》咧，今年喺香港電影金像獎咧，亦都有10項提名啊，都算係非常之好成績啊，係排名第3多嘅提名電影嚟嘅。而且以口碑嚟計咧，佢可能比起之前嘅《風林火山》同埋《尋秦記》咧，都更大機會可以爭呢個最佳電影。世外就以動畫嘅身份咧獲得8項提名。亦都係咧香港電影金像獎史上咧首次有動畫電影咧獲得提名最佳電影嘅。呢套戲除咗有提名最佳電影啦、最佳導演啦、最佳編劇之外咧，亦都有音效啊、視覺效果等等嘅提名嘅。最佳男配角方面咧，就有Loka 林嘉熙啊，憑住拼命三郎嘅拳手角色啦，就首次獲得提名最佳男配角啦。但係好可惜啦，飾演佢爸爸嘅譚耀文就唔能夠喺呢個最佳男主角入邊有爭取到提名啦。而 Loka 今次嘅最大對手咧，相信會係《風林火山》入邊出鏡雖然好少，但係非常之搶鏡嘅杜德偉。另外仲有再見 UFO 嘅黃又南啦、水餃皇后嘅袁富華啦，同埋 UFO 離奇命案嘅陳湛文啊，所以 Loka 咧都係有好多嘅競爭對手啊。最佳女配角方面咧，既然醬園弄懸案入咗嚟呢個最佳電影提名啦，我係估唔到咧最佳女配角入邊居然冇楊冪或者係趙麗穎啊。咁究竟最佳女配角有邊啲提名呢？當中就包括咗惠英紅憑住水餃皇后獲得最佳女配角提名啦，亦都係咧佢第5次提名最佳女配角噶啦。之前
咧已經贏咗2次㗎啦，分別咧就係翠絲啦同埋僵屍啊。佢嘅競爭對手咧就包括咗憑住女孩不平凡曾經喺金馬爭過呢個最佳女配角嘅鄧圖啊。至於上屆嘅影后啊衛詩雅咧，今年就憑住再見 UFO 咧提名最佳女配角。另外仲有就係喺風林火山入邊瘋狂爆粗嘅鮑起靜咧，亦都會係爭女配角嘅。尋秦記嘅滕麗明亦都有份爭最佳女配角啊。咁啊，今次成個嘅競爭入邊咧，可以話係新舊嘅演員都有份啦。至於新演員方面咧，因為不赦之罪嘅 George 就無緣競逐啦。咁啊，今年咧嘅新演員入邊咧，就包括咗有女孩不平凡嘅鄧圖啦，喺金童入邊飾演張繼聰嘅前妻，喺回憶片段入邊先出現嘅李佳芯啦，仲有喺逆轉上半場入邊踢波踢得非常之厲害嘅周子瑜小妹妹啦，然後就係捕風捉影入邊啊飾演大賊之一嘅李哲坤啊，然後仲有就係舊年又係偷步喺9月嘅時候上咗幾場嘅《給愛麗絲》入邊嘅女主角啊蘇子欣呢，都係獲得呢個最佳新演員嘅提名嘅。頭先都講啦，舒淇有份執導嘅台灣電影啊，女孩咧今年咧就非常之厲害啦。佢自己個人咧就包攬3個提名啊，包括咗最佳導演啦、最佳編劇啦同埋新晉導演呢3項嘅。另外仲有就係最佳攝影咧，亦都係獲得提名啊，令到呢套電影有4項提名嘅。而同佢一齊爭新晉導演嘅咧，仲有世外嘅吳啟中啦、他年他日嘅龔少平啦、風林火山嘅麥浚龍啦，同埋 UFO 離奇命案嘅郭嘉熙、李振傑嘅。咁大家就可能會好奇怪啦，麥浚龍唔係之前已經執導過僵屍嘅啦咩？點解又可以提名呢個新晉導演？因為新晉導演咧本身係可以有2次機會嘅，而且亦都係不限年齡嘅。只要你係新導演咧，亦都有機會可以提名啊。所以舒淇雖然已經年過40啊，但係一樣有機會提名呢個新晉導演嘅。咁今次嘅金像獎頒獎典禮咧，一樣都會喺 ViuTV 度播出啦。頒獎典禮嘅日子咧就係4月19號啊！即使今年嘅香港電影金像獎又出現咗取消電影資格呢個情況啦，亦都係一啲黑箱作業嘅狀況啦。咁但係咧，唔撐香港電影金像獎都應該要繼續撐香港電影。只有觀眾繼續入場支持，喺票房上繼續支持香港電影，令到更加多香港電影可以喺香港呢個本土地方靠住票房都可以繼續生存落去，令到佢哋對於投資者有個更大嘅吸引力，吸引到更多人嚟投資香港電影，唔使太過依賴一啲嘅政府資金或者係一啲合拍片，咁可能係最好幫到香港電影嘅一個方法啦。咁啊，今集講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提名名單初步嘅分析就到呢度啦。中意我 channel 咧，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啦。下集再見啦，拜拜。